来密他，我说那你把中佑放在哪？他说哦，他被淘汰了，他被淘汰了。我说我要把截图传给郭中佑。PPT 这个都要删掉。这个要播，而且要剪预告。比较好的烟，比较好的烟，空气。我希望你有挽回的勇气。小声一点，跟谁家人来关系？太强，他一出来，感觉你刚刚那边已经很厉害了。他来就感觉一站就。你真的想给我打？我等下都打喷嚏，我就送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星浩。那我们非常隆重的欢迎我的师姐跟我一起跨岛演出。蔡慧茹，有奇怪。怎么样？没有啊，第一次合作，就是我们公司大家都很期待说，公司就我们两个都有在参与戏剧的演出，然后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个 MV 里面做很多有关于戏剧的表演。这次我们来跟他跨刀合作的，我觉得这首歌我也蛮喜欢的，有一种我从来没有合唱过的这种曲风，有点小清新的感觉。那你自己对这次专辑怎么样？专辑里面这首歌是第一次发现我原来可以唱得这么低。这种很低是不是？前面男生很低啊，然后一开始想说，那这样子会有人可以跟我搭起来吗？后来师姐跟我一起唱的时候，我觉得这协调性跟感觉我非常喜欢。而且你知道你加进来，郭婷云就把你标为我们公司最帅的师弟，然后我还密他，我说那你把中佑放在哪？他说哦，他被淘汰了，他被淘汰了。我要把截图传给郭中佑。PPT 这个都要删掉。这个要播，而且要剪预告。非常的谢谢慧茹来跟我演唱这首歌曲，然后也希望两家属于这首歌你们会喜欢，到时候一定要帮我点击率继续冲高高，谢谢。